今年到当发生几啊件警员行底路的事件，中华民国警察甲管束关怀协会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，呼吁警政署唔通干那顾形象，出代志就赶工要甲处理掉，应该爱愈重视基层警员的权益。因若伫咧3月底有一位查某警员，敢若是去互人冤枉牵涉到窃盗罪，互警大研究所退学了后，就选择行底路。伊的爸母嘛有出面来呼吁，爱查明因查某囝的清白。 聘请律师去申诉，还有诉愿都一一被驳回。他希望没有结果，所以以死明志，希望学校能还他一个清白。第3个底，敢若是因为被指控涉嫌偷地发冤枉，互警察大学研究所退学，离开情自杀的。 台南市麻豆女警杨雅涵的老爸讲到，伤心的所在是忍袂了，强要哭出来。杨妈妈也伫咧边仔哭甲挡袂了，讲爱害因查某囝清白。这件代志是因为杨雅涵甲同事互相买物件，做第3个人检举讲有一笔1000外块的小转入去杨雅涵的口座内面，被认为是偷摕。律师质疑警察大学只敢若用4天的时间就调查终结，做出退学的处分。 时间会遮尔赶，是毋是受到恶意检举人的主导？一个退学的处分是毋是符合行政中立？中央警察大学竟然只用了4天就完成了调查。按经验，这个公文跑的速度简直快到不可思议，合理怀疑有相关的人员积极在推动这个案件的进行。李伟表示，根据监察院的报告，在过去10年之间，总共有52位警察自杀。 伫最近4年就22位，因若今年才到4个月尔，就6位警察开枪自杀。也讲警察体系内部强化制度，一个欠缺停事证据，造成真侪处理流程已经无符合程序。互基层的警察毋知要怎做较好，甚至伫咧职场遭受到无公平的待遇。要申诉，如果惊会影响警察的形象，或者是定时的升迁，颠倒互申诉机会被没收。 更多的是在工作的时候，来自4面8方的压力。碰到问题的同仁，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们，能够适时的提供协助的方案。李伟也希望内政部警政署会让更加重视基层环境的权益，毋是警察的形象。互代志处理的时阵，会让更加符合停事证据，而且加关心警察个人的状况，毋通互这种遗憾的代志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